3合1全国的选举。 12月初5拜六唔通卖基金。迄新情的一票，我那个投落去。嘿，咱这个投票率啊，一个悬，咱全省所有的这百姓，大家拢足有民主。表示讲咱关心咱的选举，关心咱的民主吼。咱即摆来请咱的开心辣妹来一字一句关系选举的俗语。来，辣妹。花心爱康，人心爱刚。没有没有。人心爱宝。哎，这那事实讲嘅，这两句吼，咱听人讲，那因两个咧讲吼，是音有较无啥准啦。哎，啊，但是吼，这字大家拢看有啦。对对对，这老去教我吼，咧行吧，啊是讲咱庄脚吼，啊，还有咧兄迄个大灶的啊，哦，迄个火吼，若要较旺咧，啊要较灭咧吼，迄个火心吼，爱要空，才有氧气，安尼咧才会倒啦。对对对对。 那参就讲哦，有去烘肉啦吼，咱拢知影啦，也是讲烧手机方面啦吼，咱一定哦爱甲下骹会炭，也是讲迄手机爱甲人人的，伊迄自然有空气，迄物件咧烧才会紧啦。啊，毋过你咧讲什么空什么空，迄什么意思啊？啊，讲什么人火心啦，火心。毋是啊，啊人心爱讲哟。哦，对对对，爱公正啊。迄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讲就是讲吼。 天下为公嘛，我知啦，你哪讲啦？我即摆毋是这意思，我即摆是咧问讲即句话什么意思？嘛是阮若讲伊讲啊，就是公正啊，对无？做代志哦，无自私啊，什么代志公事公办啊，阮若讲伊讲对啦。哦，家己啦。对啦，所以讲这人心爱讲吼，我真有一个含义咧，你看嘛。尤其是选举要到啊，看要选市长也好啦，吼选市议员也好，选这个做立法委员也好，咱吼爱选贤与能，公正无偏，袂使私心啦。 对对，所以讲哦，明仔选举，今日呐，天天开心的主题就是要奉劝咱各位的这选民呐，明仔咱要投票啊。这票哦，实在有影，确实有影真重要。对对对。咱这个囡仔要甲当落时阵啊，咱大家绝对啊，以爱心中。